礼拜。万军的耶和华，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搁再谦卑祈求你的面，恳求你掌管伫今仔日特别的圣诞礼拜中，帮助阮今仔日规个听事拢非常的顺利，保守每一个同工，不管是现时的交代。影响各方面，主你的手拢要看到因，要施稳定的心上，互因的服侍都有效果。主，我慢要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在座的兄弟，拢用敬虔的心来听今仔日你要对阮讲的话，无论是对诗歌来的。或者是对圣经、对牧师的传讲信息内面来的，你要搁再一摆来开启阮，使阮智慧。使阮嘛要为着阮今仔日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有诶伫病痛中，有诶伫教学病房，有诶已经安息去你遐。虽然阮拢非常的毋甘。总是阮知影，有一天阮拢要伫天灵相见，迄阵阮也有愿要大大来敬拜你。阮就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处你的手中，嘛将阮的国家、阮的社会，拢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掌管。恳求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权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圣诞快乐！伫遮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94首，普天同庆，祝临世界，请起立。请坐。咱三个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主啊，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特别的日子。主啊，你听世间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何记若信你的人，无得到沉沦，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哈利路亚！主啊，感谢阿罗你。主啊，我们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信心软弱，无照你的旨意来行。阮也常常病单难死，所以嘛无认真来读经、来祈祷，恳求主耶稣搁一摆赦免阮，也帮助阮重新徛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要为众兄弟姊妹辛苦白疼的来祈祷，求主你亲自医治因，帮助因快快恢复勇健的身躯。特别是阮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主啊，阮恳求你，求你来医治伊，互阮搁一摆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也是慈悲的大能君。更加是上伟大的医生。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主啊，感谢你。今年初，你呼召我跟我牧师转来相连，甲一群同工将近20人，前往新庄地区开拓教会、传福音。虽然阮拄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来扰乱，互阮中断了阮的实体的聚会。总是主，阮游玩伫线顶游玩，逐礼拜的聚会。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亲自感动这群同工，逐工祈祷，逐礼拜小组，
互阮的聚会拢无停，互阮的人数若无减少，嘛渐渐的稳定。顶礼拜阮有51人咧聚会。主啊，你是真正奇妙的上帝，你互无变有，嘛互少变诚多，互阮经历体会哪服侍哪甘甜。主啊，阮心中分堂，阮要开始来装修，将一楼迄个所在，诚做礼拜堂的所在，会当互开车经过的，或者是行路经过的，拢会当看到遐有一群人在敬拜。主啊，求你啊，吸引新庄地区的人，互因不管是咧超找教会，或者是阮传福音，互因来真容易来到阮的礼拜所在。因为遮有一间真爱传福音的一群人，天父上帝，我恳求你，互阮对发包来顺利，时间材料进出、人员进出来顺利，一切照你的旨意来成就。啊，恳求你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在阮的中间，互阮新庄分堂成做新庄地区的祝福，也互阮双连教会成做台湾正教会的帮站。原在阮安尼祈祷是无够呀，直接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齐声祈祷。我的天也飞，我的名信，你的领导，你的旨意成，你对上帝的天意，我的日子天互阮，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下面阮的人。我的床是日时，有叫咱大个，因为我欢迎平安，拢是所有，大家都是阿门。所以咱来启用，我来启，各位来用。启用32篇，在咱信息后面48面。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啊。耶和华的神要徛踮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伊必要以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良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优大，豺狼要甲绵羊仔三甲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甲只。食恁的囡仔要佚佗伫个歹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日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咱伫遮要来邀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唱的是弥赛亚，咱会当
掀开咱的周报14页内底有歌词，咱的荧幕嘛有，请咱大家恭敬的心来领受因的敬拜。
Thank
咱感谢圣歌队用美好的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咱在欣赏的时阵，真正是真幸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予咱的天父上帝。咱直接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以赛亚书9章第6节。以赛亚书9章第6节，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予咱，伊要来统治咱，伊要奉称作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的老爸、和平的灵君。第6位的圣经记载伫个马太福音第1章23节，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圣经以上，愿咱理解、接受、读圣经，成做咱的一生的帮助。咱直接要来邀请咱本堂洪秀清牧师来传讲的信息，信息是以马内利，请咱以恭敬的心来领受。亲爱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毋知你有注意到无？后礼拜你若过来教会做礼拜，就已经是2023年啊。顶礼拜咱教会有成人含小儿的洗礼，咱真欢喜看到因愿意接受耶稣，成做因的救主，嘛成做咱属灵属灵的人。伫2000几年前，这个节期，耶稣得成肉身，成做人，含咱活伫个这世间33年久，伊成了新约。那么，只有相信耶稣是替咱死伫十字架顶，洗清咱的罪，嘛受洗礼了后，咱才会当互上帝算咱做义。算咱做圣洁，安尼咱才会当含三一的上帝做伙，伊嘛愿意住伫咱的心内。只是咱三个来祈祷，慈悲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是感谢你，伫今年的最后这个主日。阮是遮尔啊幸福，会当来到教会做礼拜。虽然这几天外口的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阮的心是遐尔啊火热，要望你的天气。阮想要来仰望你的面，要来敲找你。愿你搁再一摆对阮来显明，你对阮的疼。感谢你这几年来对阮的保守，虽然疫情造成真多伤害，甚至死亡，总是无论环境如何，阮拢相信上帝你永远最王掌权，直到永远。特别是伫这个圣诞节期，阮特别爱来思想你对阮的疼。你将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互阮无地高灭亡，阮得到永远的活。只是恳求你，搁再一摆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会当安静来听你的话语，嘛将启示含智慧的灵赏赐予阮，互阮会当哪来哪明白你的真理。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伫将近3年的时间，全世界拢伫个疫情的攻击中，甚至咱嘛知影大陆最近因有关搁较举起来，因的药啊，大家拢抢拢无吼。这疫情事实上也搁还未完全的平静，所以教会阮啊为着大家健康。采取更较严肃来面对这个疫情，
所以咱拢爱戴口罩哈。事实上，这个疫情死去的人，超过伫战争来死的人，嘛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真侪事业受到冲击，经济嘛受到真大的影响。尤其最近咱新闻常拢有听到物价搁要波动，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感触会到。所以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搁较需要有对上帝遐来的平安含恩带。这几年来的不安的环境，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的时代背景。亚哈斯王伊面对两个国家的攻击，伊心内惊吓不安。上帝伊拢知影，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想要互亚哈斯王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是上帝要救赎人。这个经文呢，讲到是这个囡仔是为着咱来生，伊要统治咱，伊的名是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的老爸，和平的君王。佮伫马太福音1章23节，嘛讲这个囡仔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讲这4个面相，耶稣伊4个面相要含咱三角地带。那安尼，什么款的上帝要含咱地带？这是咱真正爱来思考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含咱三角地带的上帝，伊是想要控制，还是威胁你，还是迫害你，利用你的这种的生命，你该想要爱，或者是另外一种的生命，亲像咱的天父，伊是点点啊要帮助你、安慰你、鼓励你，并且伊有迄个能力祝福人。互人稳定的生命，安尼你要爱对这种的生命呢？所以人物以马内利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什么上帝？愿意含咱三角大第一个特质就是奇妙的导师。奇妙的意思。是无平凡的，是学得了解，是深入，是超越想象。导师佫会当翻译做无私、建议、安慰的人。那你讲起来就亲像咱较爱讲，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迄种智多星哈。但是以马内利呢？凭智多星，又搁较智多星是非常的聪明的。这位上帝，伊要看咱三角斗阵，毋是干一个口号，因为伊伫2000几年前，伊就实实在在活伫人世间，活了33年久，比顶40日过顶3日搁活，伊即摆已经就天。坐伫天父正边，伊嘛活伫咱看袂到的空间中间，甚至伊活伫仰望伊的人的心内底。伊是带来奇妙、神迹的发生。当咱若拄着困惑，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伊就要来真做咱的劝勉，互咱策略，互咱建议，互咱方法。检采是一个感动，或者是诗歌内底的歌词。嘛，有的人是伫咧读圣经的时，经文就会来对伊讲话，甚至有的人是真正听到声音。上帝总是用咱会当捌的方式对咱讲话。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少年的兄弟，伊已经结婚啊。伊今年的2、3月，伊去投资虚拟货币，即卖上行的
结果真正有趁到钱，伊就定定伫咧网络顶面，又搁看到一个投资的机会。这个广告是讲，如果你放一寡钱入来我遮，半点钟了后，你就当得到10%的利润，也就是1成的利润。伊一开始，伊淡淡，所以伊放一点仔钱入去。真正半点钟来，伊就看到迄几个回倒转来，加一成。伊就讲啊无，我搁再加一点点啊，又搁再加一点点啊，甲伊放入去。真正半点钟来，又搁一成的利润过来啊！哦，伊就非常的欢喜。但是已经差不多爱困啦，爱迄个关灯去睡觉，伊就想讲安尼我放搁较济钱入去。伊讲我放较济钱入去，检查我明仔载困醒时，这钱就入来啊。无拍算，伊隔工拍开伊的电脑的时，啥物都拢无。伊才发现讲伊互诈骗啊！伊非常的惊吓、艰苦，伊毋知要安怎去面对伊的牵手。但是有一个声音甲伊讲：“你要诚实，甲恁老婆讲。”伊就照咧安尼做。讲实在，这是无简单的。我相信伊一定演练好多遍，伊就甲伊的太太讲，伊拄着安尼代志。伊的太太一开始嘛非常的艰苦心，就甲伊问讲：“那安尼咱敢有存钱？”伊讲：“有啦，我无甲全部放入去。”伊太太就讲：“安尼好啦，安尼就算上帝要甲咱磨练啦伊就是惊咱以后阁会拄着相款这诈骗的代志，咱会袂晓处理。”伊看到伊太太无安尼甲伊责备，互伊因为顺服上帝，甲伊提醒爱坦白，甲牵手讲的建议，互伊婚姻度过极大的挑战。对伊见证，咱会当看起耶稣是奇妙的牧师，引带伊行正确的道路。这位兄弟坦白甲伊的牵手讲的话，这是互因两个关系中间无有白贼欺骗伫咧内面，这是非常基础人和人的关系。嘛，因为安尼，互这个家庭无因为诈骗集团来破裂，反倒互这个兄弟看到因太太的好行为，对教会煞搁较火热，常常都来教会参加活动。奇妙的导师是需要咱用心去听伊要对咱讲的策略、方法、和建议。而且咱爱愿意顺服去行，爱才有效果。耶稣嘛，毋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拢相款。所以今日虽然这个兄弟是这个见证，但是我相信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会有无相款的引带。但是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上帝以马内利不只是奇妙的导师，伊嘛是全能的上帝。伊要给咱三角大。全能的意思就是强大、强壮、有力、大能。伊是大能的上帝。伊会当互无变做有，咱伫五块饼、2尾鱼，会当75000个人，这个见证，就知影上帝是会当互无变有，互水变酒，互死人搁活，嘛会当赐予相信伊的人有新的生命。有人形容三一上帝的全能是要安怎来讲伊呢？就亲像，如果有一个人，伊有真侪财富、名声、地位、学术，但是无救主耶稣，安尼就亲像一个无意义的数目
就亲像两个零放做伙，00，5个零若放做伙是00000，5个零，嘛是无意义的数目，相反是0。但是若有耶稣基督真做救主，就亲像这个数目内底头前摆一个1，1的后壁若两个0，安尼就有意义啊，迄就是100。如果1的后壁5个0，安尼就是10万。也就是耶稣会当互咱的人生对无意义变做有价值的人生。但是我看到真侪互上帝祝福的基督徒，伫个代志解决了后，伊颠倒将主耶稣弃杀，互家己的人生搁倒转于原来迄个无意义，堪上帝隔离，无搁再互上帝纪念，这是我领可惜的代志。最近我看到一个赖的图片，是写到一个律师，伊要去法院开庭，总是伊开车开到法院遐的时阵，拢找无车位。伊看时间已经用要到啊，哇！伊个迫切祈祷，讲亲爱的天父啊，恳求你帮助我，会当找到一个车位。如果你也帮助我找到一个车位呢，我就愿意要来解婚、解酒、解食，而且我逐礼拜拢要去教堂。伊祈祷煞，我是毋知伊敢有目睭瞌瞌。祈祷煞，就看到一个车位啊！伊随反悔，跟祈祷讲：亲爱的上帝啊，毋免麻烦你啦，我已经家己找到车位啊啦。咱是毋是有当时嘛，亲像即个人安尼？上帝是无所袂为、无所不能的哈！只要你想会到的代志，伊拢会当诚做你的帮衬。有一个打卡要开始创业的兄弟，伊伫今年初去外国参加商展。但是迄门票非常的贵，差不多咱台湾台票8万块一张，对一个新创业的人，实在是一个大数目。所以伫要去这个商店、这个旅程的时，伊就伫个小组拜托伊的太太、含遐小组的兄弟姊妹，为伊这个旅程来祈祷。等伊去到迄个会场将近1-2千人的会场的外口还未入去的时，所以拄到伊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20几冬拢毋捌看过，嘛无联络。伊这个老朋友嘛是基督徒，因就伫遐聊天起来。结果这个老朋友甲伊讲：哦，我来到这个会场进前，事实上我已经代志拢处理好势啊。所以，阮有入去这个会场，含无入去这个会场是袂要紧的。所以，将伊的门票来送互这个兄弟。你敢无感觉咱的上帝足奇妙伟大的，足全能的？就安尼为这个兄弟省落来一笔钱，上帝祝福。想象伊超越咱会当有聊的方式，我相信，若毋是上帝伫内底咧做工，伫遐尔啊侪人内面，你要找到一个熟悉都真困难。何况这个人是送这张票要来互你的，所以这个兄弟伊就爱倒来台湾啊。迄阵啊，要坐飞机爱个用 PCR 快筛的检验报告，无想到伊的报告。煞延迟真慢才出来，伊差不多是爱搁改伊的班机，但是伊犹原先去到机场，无拍算这个机场内底这个航空公司甲伊讲：某咪人，
你的扳机会沿直起飞。原来上帝的手已经伫咧中间，要帮助伊，互伊顺利坐起这个飞机。因为伊的报告的慢的时间，都会当下伫伊这个班机的沿地，所以伊嘛顺利坐起哩这个班机回来台湾。这拢是特殊的恩典，只有相信上帝的人，你才看有上帝的作为，你才知影上帝确实是全能的上帝。传道书3章第1节讲，天下万事拢有伊的定期，拢有上帝特殊的时间。以马内利，全能的上帝，不只是安尼，伊阁非常的疼咱，伊要成做咱永远的老爸，要甲咱做伙。上帝不但是非常有能力的上帝，伊会当行神迹，伊有聪明策略，有更较好的消息，是伊愿意成做咱永远的老爸，伊愿意跟咱有关系。我毋知影你伫这个世间是毋是捌拄过？你想要跟什么人做朋友？但是对方无一定要想要跟你做朋友。我有这个经验。但是今仔日这个大好消息是要讲，这位伟大的上帝，凭你想要熟悉迄个人，更较伟大，更较有能力。上重要的是，伊疼你，疼你到为着你来出世，为着要洗清你的罪。伊要做你永远的老爸，伊永远袂拒绝你，袂放杀你。就亲像以赛亚书49章15节安尼讲：妇人人减会袂记节，家己食年的婴，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减菜有袂记伫咧，总是我无袂记伫你。这经文甲咱讲，就算是有老爸老母袂记即家己的囝儿，但是上帝伊永远袂记即咱，伊袂放杀咱。上帝要无条件来疼咱每一个人，伊嘛知影咱的一生有辛苦的所在。伊要使咱有勇气和气力，去行头前的路站，甚至原谅咱的士大人，并且要互咱会当去体谅士大人嘛是有伊无法度讲的苦衷。我看到真侪见证，拢因为上帝的改变，互因重新享受天伦之乐。今仔日天父要甲咱讲，伊会补满逐个囡仔迄个心内父母欠缺的所在，因为无一个老爸老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伊要做咱永远的天父。当咱若承认伊是咱的天父，伊就要成做咱永远的保护，因为老爸永远就是一个保护者，伊有迄个气力，有会当供应咱，所以这老爸的意义，搁还是伊是强壮可以保护的。最近我关怀咱教会一个姊妹80岁，伊讲伊的老母要生伊的时阵已经是第9胎。所以，老母真无想要甲伊生落来，一直食中药，想要看会上个流产呗。总是上帝留伊的性命，
互伊出世的第8日，伊阿公阿嬷来甲伊看，伊的目睭一铁开，因为伊足古锥的，伊到80岁嘛，还阁足古锥足水的。伊阿嬷就非常的意爱，就甲伊的老母讲：这个囡仔我要饲，这个囡仔我要爱，就安尼甲伊带转去饲。所以伊甲我讲：我的老爸老母无爱我，但是上帝透过我的阿公阿嬷养饲我。伊感谢天父，真做伊的老爸。伊讲伊虽然一个人大，但是伊生活非常的快乐，因为伊有学弹琴，音乐老师，伊逐日拢唱50首的诗歌，来帮助伊的记忆。虽然已经80岁啊，伊讲伊若唱到第一句落去，伊就紧转来献伊的诗歌本。佮再给背好起来，伊讲这50首歌拢是选择，伊一粒拢袂当甲伊放拍甲落去。伊讲伊逐日拢咧听候，要转去天父遐，所以每一日暗时困的时，拢是甲上帝祈祷讲：我希望我困的时目睭闭闭，但是当我若目睭开开的时，我就会当看到主耶稣，安尼我就知影讲，我等伊个天父遐。伊嘛爱我伫咧伊的生日，我甲伊关怀的时，安尼来为伊祈祷祝福。牧师常常伫咧关心会友的时阵，就互会友来鼓励着我，非常的感动。伊确实是对主耶稣的人。伊信耶稣，信甲遮尔啊勇敢，就算伊家己一个人大，伊都袂惊吓。牧师嘛期待咱在座每一个兄弟，无论你几岁，你拢会当亲像这位姊妹安尼，永远无感觉孤单。伊甲我讲，因为耶稣拢甲我做伙呢，耶稣拢甲我做伙，我足欢喜的呢。伊讲伊嘛袂惊，虽然伊嘛要住院住要几个月，但是伊毋惊。伊讲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伊就等去上帝遐。所以知影咱家己是天父所疼的囝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不管别人安怎看你，你爱知影你伫上帝的目睭内底，就是迄个特殊、独一无二的人。咱伫这个世界拥有更较侪的头衔，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权力地位。到尾咱拢爱去上帝遐，去到上帝遐的时阵，咱拢敢若剩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不只要做咱的老爸。伊嘛是和平的人君，和平其实有真多的意思意义伫咧内面，确实是一切拢按平安开始，会当得到这个福气。伊就是和平的意思，就是完全、安康、健康、欢迎、兴盛、平静、安宁、满足、和睦、友好的意思。这个和平毋是记外口咱看到的世界，是记咱人的内心。咱的人，咱有满足无？咱有知足有感恩无？有和平伫咱的内面无？咱家己爱先跟家己和好，你才有法度跟别人和好，甚至到家庭、到社会、国家、到世界的和平。基督耶稣来要拯救咱这个人，伫新约嘛有讲，伊的名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将人按罪内底救出来。因为罪会带互咱的良心不安，更较严重，罪是互咱跟上帝完全隔离，
耶稣来到世间，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亲像咱啊，无介意咱家己，无接纳咱家己，其实咱嘛是咧犯罪，因为咱无认同上帝伊的创造。相反，咱若无介意别人，咱嘛是无尊重上帝的创造。基督徒是无意爱犯罪这个行为，但是咱确实爱去爱犯罪行为迄个人。咱爱甲犯罪的行为甲人分开，安尼咱才有法度去传福音。因为人拢犯了罪，咱爱想办法去帮助遐的兄弟姊妹，转来咱上帝的厝，搁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一个人若伫咧做生活久啊，伊就亲像除臭之夫。伫咧臭味内底生活久啊，你真正会无感觉有迄个味。就亲像有个人厝里因闹饲一寡动物，佮无甲伊好好甲伊整理，真正久啊，伊的厝里会有一个味，但是伊家己可能久啊袂感觉。直到有人愿意甲咱讲的时阵，咱才会知。相款，咱伫一个教会久啊，咱是毋是嘛有相款的盲点？看袂清楚咱家己的问题，咱爱好好伫咧年底这个时阵，深深来反省，什么是属于咱个人的罪？什么又阁是属于团体的罪？罪恶会互人的心袂平静，因为真侪人互诈骗集团所骗。当然，我毋是讲所有的哄骗的拢是罪人。其实有的人是心内较善良单纯吼，无知识哄骗的。但是有的人伊哄骗，就是亲像伊过去收了无应该收的钱，伊心内无平安。若是接到有人讲自称伊家己是检察官的时，伊就惊到啊。安尼，互诈骗集团一嗅到味道的时，伊就来甲你威胁。佮亲像有的人。伊若啉酒醉，或者是有食毒品、吸毒品，还是枪，伊看到警察，伊就想要走啊，伊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基督徒爱对歹的代志厌恶，爱对正确的代志来欢喜做，因为若无圣洁，咱是无法度见到上帝。2000几年前。小小主耶稣是安尼为着疼咱来出世，为着要救赎咱一个好的礼物，赏赐予咱。所以为什么咱伫咧遮欢喜咧庆祝圣诞节？是因为咱得到这个救赎，毋是讲因为咱会当受到偌尔济礼物。其实上介好的礼物，就是咱的主耶稣。伊有咱人生一切答案。主耶稣嘛愿意住伫咱的心内底，迄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跟咱同在。伊是智慧的牧师，有能力的上帝，是永远的老爸，是咱永远的老爸，佮是赐下平安、健康、丰盛的上帝。咱有这位充满疼的上帝要跟咱伫地，咱应该爱勇敢，毋免惊。安尼一个好消息，咱嘛爱传互教会外口，也无熟悉主，也咧惊吓毋知无做的人，互因有一点嘛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咱教会有设计大道祝福卡，会当帮助咱去传福音。因为每年咱是要庆祝双连教会设到110年，互咱会当伫咧福音顶头来努力来行福音的节。咱会当带一张祈祷卡回去，真简单，一礼拜为两位还未信主的厝里的人或者是朋友来提名祈祷，
特别将伊的名写落来，才有一个demo 的哈喜欢。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一年内以3种行动代祷、关怀及陪伴，影响身边2个人。一年4季共52周，每季3个月，除了日常的祷告、参与中保代祷之外，配合双联人关怀1、2、3。鼓励每周至少为2位慕道友代祷，让我们在迈入社教110周年之时，我们能为超过110人次的慕道友代祷为目标，年底为主献上成果，每一季得祝福信心。所以呢，伫咧咱为基督的详时，咱有哪上好爱敲一下电话关心伊，也是或者是请伊去食一饭。更重要是甲伊讲你的见证，哈，讲上帝是安怎看你以马内利的同在的见证，互伊会当听到你的见证，或者是你嘛当讲别人的见证，互伊听，互伊会当认捌即个上帝。那咧3个月一季，伊就当得到1粒星，累积甲一个数目，伊就当换礼物哈。上大的礼物其实是上帝欢喜，哈，因为上帝希望咱万人拢得救，伊无爱一个人沉沦，哈。如果你若愿意，为遐未信者的基督的人，你等者会当去甲林干事哈，摕一张卡片，来为遐个人基督甲写起来，为求主会当陪伴遐未信者的心，互因真紧会当成做咱属灵家来厝内的人哈，咱3个来记得。感谢主耶稣，你为阮来生，特别伫这圣诞的节期，互阮更较侪少年上帝，你伫阮一生中是安那咧引带阮、安慰阮、扶持阮。感谢你为着阮所付出一切的辛苦，愿阮嘛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付出，甚至你拼命来救阮。阮虽然无法度做甲遮尔啊多，总是阮嘛愿意奉献一寡家己的金钱帮助送向的人。阮嘛愿意用一寡时间去关怀年长、孤单、病痛、灰心失志的人。恳求圣神常常来感动阮、引带阮，互阮知影，阮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主耶稣的好去互别人看见，互主耶稣的真光也对阮的心上照光，伫咧黑暗、寂寞、孤单的人，将这以马内利的好消息传互身边每一个需要的人。基督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接，咱继续咱来唱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圣诗143首，请来，以马内利，请起立。
请坐。圣经罗马书12章第1节安尼讲，所以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我看恁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伊，互伊来欢喜，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煞接，咱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咱伫遮咱做伙来祈祷，献上咱奉献的感谢，请起立。至圣的父上帝，主阮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第2022年的上尾一摆的主日，阮献上感谢。主阮回想，你这一年久的中间，保守带领，阮出入享受着你的平安。当阮领受你的仆人红牧师的信息，阮深深将以马内利的上帝放伫阮的心肝内。主啊，阮回想你赏赐阮的恩赐恩典，特别上帝求你伫未来2023年的时阵，
你互阮勇敢来活出你的疼、你的温顺，互阮伫双连教会，甚至伫阮的公司、伫社会，甚至伫台湾即个美丽的都市的顶面，奉献阮家己，诚做芳芳的祭，互你来欢喜。特别上帝啊，我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求你啊接纳阮淡薄的奉献，诚做双连教会对社会、对教会的逐项的路用，主啊帮助阮，诚做一个愿意欢喜传扬福音的人。阮安尼祈祷，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接着我来报告。第报告的大声，请你甲隔壁人讲圣诞快乐，搁甲隔壁人讲圣诞恭喜。哇，真好真好，愈大声，上帝愈欢喜。咱来看咱的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第1项。本主日是圣诞节的主日，点到中央这个白色的蜡烛，代表是耶稣，互咱以听甲感谢来欢庆咱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且因为主耶稣基督享受咱的迄个真平安甲真自由，互咱伫咱的生活当中活出有信心，望诚做主的见证人。拄啊，洪牧师咧讲的时阵，迄个带头卡，期待各位大家来热烈的来回应，咱为2个人来祈祷，诚做咱2023年的目标，望2023年的继续的过程当中，为伊来祈祷，互上帝伫伊的心上彰显伊的奇迹，看到咱的奇妙的主，落尾来受洗，诚做咱双连教会会友，阿妹吗？咱继续拍拼吼。好，来咱看第2项，咱这礼拜拜六12月31，咱有岁末感恩的祈祷会，咱要伫10楼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希望各位大家踊跃来参加。第3，临节的，请你要注意，咱伫正月初1。就是后礼拜日第3场的礼拜中间来举行任职者的就任式，请你若是各委员会的信徒委员、团契、诗班、敬拜团的新的同工，请你一定要保留时间来参加。第4，咱有几项的基地关怀。第一，咱本会会友蔡宽义、蔡宏文、蔡清文甲蔡淑芝的妈妈吴某端姊妹，伫个12月19安孝主怀，要伫个12月26，就是明仔载下晡2点，伫嘉义古林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煞接本会会友蓝宗文姊妹，就是咱的蓝会长姊妹妈妈以前接受的阿嬷。伫个12月2日安孝主怀，要伫个正月初1、正月初7拜六上午7点，伫个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善一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过来，本会会友高丽桂兰姊妹，伫个12月24安孝主怀。请兄弟姊妹来关心、来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
搁一项是好消息，恭喜咱本会会友杜俊凡兄弟甲张维佩姐妹，伫个12月16生一个囡仔，愿上帝祝福眷顾即个新出世的囡仔甲因的规家。第5项，咱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咱有济活动，请各位兄弟，因为少年教会是咱的教会，请各位大家来关心，大家来参与，有真侪活动。你若一关过一关，你就有一个更较好的礼物在等你吼。好，报告以上，其他咱家己来看。咱直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真侪好朋友来到咱的中间。第一位是甘地吴简振宇姊妹93岁吼，伫遐其中遐欢迎伊哦，伊是教会阿嬷吼。第2位是丁双姐，欢迎，好，是王医师的朋友，琼代的同学哈。第3位是许君杰，我惊读台语了，唔知我读。韩鹏，欢迎哈。个第4个是高廷浩，欢迎上后壁。伊是家己来吼，抑个咧无得吼，咱来加搁较济甲伊关怀一下吼，互伊当入咱的主耶稣。第5个是郑婉瑜，伫遐吼，咱的招待同工甲伊看者哦吼，希望等者拢甲因带去咱的贵宾室。第6位洪建凯，伊是蓝应鼎先生的迄种大孙吼，希望伊有来当伫咱教会，会当迄个，甲遮当做属灵的厝吼。欢迎恁，恁等下拢会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来甲恁欢迎。即摆恁拢毋好叮当哦吼，阮要请同工来分迄个圣诞歌，互恁大家吼，安尼互大家较客着。人没拿到，赶快举手，或者会同工也可以去你遐哦哈。
好啊，咱今日嘛非常的感谢献歌队吼，因练甲足辛苦，个瑞珍老师的指挥，以及咱所有音乐服饰的乐团个手中吼，咱就感谢因，谢谢。感谢恁大家吼，感谢献歌队、和乐团个手中团，互咱的礼拜变甲非常的丰富吼，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因咧唱时，我拢无啥想要起来啊，我讲来当安尼继续安尼，家己欣赏落去，毋知偌好吼，真的是很感动咱只是咱伫咧幸福中间，咱嘛是爱用一寡时间来为病痛中的兄弟，今日无伫咱中间的来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阮实在是感谢你，你予阮会当伫个遮组织，佮享受遮尔啊美妙的礼拜。主啊，这一切拢是你所创造的，你佮愿意来跟阮分享。主愿阮嘛有亲像你迄个心志，要将这个好分享予佮较侪人。主，阮只是嘛要为着阮伫个病痛中，有诶伫抑阁伫加护病房，有诶是开刀已经出院，总是空喙抑阁互因非常诶痛痛，有诶爱继续做治疗。主啊，你拢知影因诶软正诶所在，愿你伫因软正诶所在，互因会当刚强起来，互因诶细胞会当因为你对因分一口气。互因的身体就会当渐渐恢复健康，回来阮的中间。主啊，嘛有的人检测是伫咧关系中间有问题或者是财务经济出困难的，阮种种的困难，伫你拢无难食的事。恳求你施恩赐好你的百姓，当阮若求的是。你就按耳孔来听，伸手来帮助阮，互阮敬畏你的人，拢会当顺利度过这个疫情的困难，以及各方面造成阮的艰难。求你继续引出阮头前的路站，嘛将2023年交伫主你的手里。求你赏赐阮每一位，拢有一个更较丰盛。2023年，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摆要唱哈利路亚，应该我那有跟会众也有嘛，哈。
时，请咱游玩徛地来领受上帝对咱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怜悯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扶持和安慰，看咱三个伫地，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请坐，默守谢恩，讲授切恳。